大家都看到了吧？这斗技呢有3技，而虎家同学他全犯了。这第1技呢就是快，斗气旋凝结不扎实，漂浮无力就出拳。这就好像打鼓的人，节奏虽然紧，鼓点却混成了一片。这第2技呢就是僵，正式交手的时候，对方是一定具有攻击能力的。如果在变化中不能及时的做出调整，而像和在家里练功一样，那么你们出门一定会吃大亏的。是啊，这么再来，不打了。这斗技的第3技呢，就是技怯战。要知道，所有斗技的威力和作战者的意志力息息相关。而虎家同学他的斗气和刚开始相比，已经下降了可是1半不止。虎家，你可以先下去。下一个，谁来？萧炎，你上来。啊？若莲老师，可是我只会5行拳。那你就使出你最强的一招，让我看看。是。为什么奇怪？就好像感觉力打到了棉花里一样。你这一招8级崩算是得到真传了。5行拳据说每一式都有这样的威力，只不过你刚猛太过，就好像一个人阳亢阴虚，只能用猛力对敌，柔韧性太差。我用温柔的斗气将你包住，你的威力就出不来了。下次练拳的时候，一定要记住圆转如意的境界。切不可一味强攻，如果遇到比你强的对手，一旦硬碰硬，就会被打得肝胆皆碎。多谢老师指点。下一个，虎家同学，上课的时候不要睡觉。各位同学，今天我们要学习一下炼药的初级技术。在你们的桌上放着这样一根草，它就是传说中的巨灵草。此草非常之娇嫩。记住，炼药就是炼火。如果你们能够将火掌控到随心所欲的地步，那么药也就练到一半。炼火之时，火就在你的心中，火的跳动跟你的心跳要融为一体，在最恰当的时候，将此药精华取出，这也就是巨灵草之精华。在你们桌上放的此物呢，名为龙须木。此木没有30年是不堪入药的。
这个时候需要大火猛攻，注意火的角度以及温度。牛眼石、接骨木、火莲骨、巨灵草是君，龙须木乃臣，其他药物为辅佐。火是母，药为子。这就是炼制的这枚丹药。此为一枚伤药，内伤外伤均可以使用。以后炼药系同学会学到更多的东西。至于斗技系的嘛，你们学习一些跌打损伤的药物也就可以了。下面你们自己试一下吧。千山万水凭我御风，不枉此少年。巨灵草精华炼制的时候一定要量大，否则龙须木放进去之时就容易爆炸。长出一片树叶，到这里整个蓝天，一方天地在我心中时过境迁。从梦境长出翅膀，到飞扬漫天风芒，千山万水凭我御风，不枉此少年。萧炎哥哥怎么不来炼药啊？萧炎他自己找了个老师，他才看不上鬼鬼的课。你的脸为什么没有熏黑啊？嘿，你的脸好黑哟！一、二、三、四、五、六、七。哎，停！五行拳呐，你们自小就练的拳法，怎么打起来跟没吃饭似的？啊，你们是不是觉得到了迦南学院就要学那个多么了不起的什么斗技功法？你们连五行拳都学不会，我还能教你们什么呀？啊，教你们什么呀？听好了，下面请韩长老给大家训话，来，集合。葛长老刚才说的非常正确，迦南学院的第一个学期，就是要把五行拳打好。我知道，你们没人看得上这套拳，因为它太简单了。但是我要提醒你们的是，千万不要忘了这套拳。要论斗技的话，天下所有的斗技都是从这套拳派生出来的。这可是斗帝他老人家当年为了五族少年开蒙学武特意开创的。虽然只有5招，但是包含了天下所有斗技的精华，打好了威力无穷。我记得当时在乌坦城招生的时候，咱们的萧炎同学用崩拳派生出来的斗技，一招就把云岚宗的弟子给打飞了。恐怕你们都不相信吧？没关系，叫他出来，我们现场给你们表演一下，如何？萧炎同学，来，各位，让开！
别害羞啊，来。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应该是8级棒。没事吧，孩子？你身上这斗技怎么是我们星陨阁的呢？哪儿来的？我看啊，要在你娘叛徒的罪名之上，再加一条私传斗技的罪名，这叫盗法罪。他不是叛徒，你娘不是叛徒，为什么要畏罪自杀呢？还有，如果他不盗法的话，你身上这星陨阁的斗技是哪儿来的呀？你放屁！你敢对长老这么说话？我娘她不是叛徒，不是贼。我相信萧炎哥哥说的话，一定不是你们说的那样。好了好了，松开他吧。当年他还是个孩子，倒是我有些失态了。大家加紧练习。罚你今天结束之后，把训练场打扫得干干净净。哼！我告诉你，以后再对长老说这种话，我打得你后悔都找不着哭的地方。看什么啊？看什么？听口令，继续训练。1、2。开始。咱们能在这白山面前通过那黑角域试炼，真是侥幸啊！是啊，这两个人根本不是一个层次的，打不到第二局了。在这儿啊？怎么样？宿舍住的还习惯吗？都挺好的。需要什么呀？就给家里写信，让咱爹寄过来。都来学校上学了，哪能再麻烦爹啊？哎，说的也是。这样吧，你想要什么，萧炎哥哥给你买。薰儿妹妹，想要什么别客气，昊天哥哥也给你买。来，薰儿，你在宿舍里有没有结识其他的师妹？给昊天介绍一个。巧了，我刚认识一个新朋友，他人特别好，还喜欢昊天呢。我就说嘛，有品位的师妹还是很多的。赶紧说，怎么考法？他呀，身高8尺，
腰粗八尺，家里还是世袭的将军呢，头上啊还有6个大斗士哥哥。这不适合我吧？哎呀，人家都说了，在开学典礼上就对你一见钟情。他呀就喜欢你们炼药系的。人长得帅，就是爱惹麻烦。哎，就在那儿。总长出一片树叶，到这里整个蓝天，一方天地在我心中时过境迁。做梦总长出翅膀，让飞越南北风芒，千山呀！不忘曾少年。如果你们要是不同意，现在就可以离开，以免误人误己。第二，学院严禁私斗，任何私斗的学生都会被严惩，停课、禁闭，直至被开除。你们要想打架呀，可以去斗技场公开贴告示，公开比试。以上这2个规矩大家都记住了，那我的话也就讲完了。我祝所有的学生学业进步，生活愉快。现在你们可以以最快的速度进入学院了。等会儿我，等等我，快点！哎，怎么回事啊？从一开始就心不在焉的。我总觉得有很多充满恶意的目光看着我。你刚才没听见吗？私斗者罚，亮他们也没这个胆量。走，吃饭去。走。那这就是你们的房间了。哇！从宿舍区出去，东边有几家很好的店，什么功法呀、课本啊，都在那儿买。想买什么就去那儿。要想来点什么稀奇古怪的，赶上节假日，去学生们的跳蚤市场。谢谢你啊，师哥。嗨，客气什么呀？不是，您不是来找我们麻烦的呀？嗨，我这人啊，跟黑白双煞他们俩不一样。等明年你们成了老生，你们也会去黑角域抢新生，这是丛林教育，进校都得过这一关。难道我还真差你们这点能量符不成？师哥，能问你个事儿吗？问吧。我们刚一路上楼，怎么没人理我们？你们在黑角域洗劫老生出那么大风头，新生都害怕老生报复，谁敢跟你们亲近啊？所以我们4个住在一块儿，就是等着老生一锅烩呗。他们什么时候来啊？嗨，师弟，不要那么大脾气，这又不是黑角域，谁敢私斗啊？你就提防黑白双煞他们俩就行了，他们2个特别小心眼儿，他们看上的师妹不让别人追，抢了能量符也从来不分给别人。其实很多人都看不惯他们，你们把他们收拾了，配手较好的也大有人在啊。走，我带你们去逛逛，怎么样？哎，那你们先去，我打扫一下房间。走，走。白帮主好。哟，你还帮主啊？学院里允许学生结成帮派，大家互相帮助，啊，可不是打架闹事的帮啊。白帮主好。白帮主好。我跟我弟白山搞了个白帮，主要是研习功法和斗技。等过几年呢，你们认识的人多了，自己弄个帮，赚能量符啊，是不是？我没听错吧？白山是你弟弟啊？那是啊，我们是亲兄弟。怎么不像啊？像，他斗技比你高，长得又比你老，哪里像啊？这叫少年老成，个屁！哎，现在我带你们去那个焚天炼气塔，高级的功法都要到里面去练。那下面有条吐火的大蛇，你们斗气段位不够的，离远点。走，跟我来。白帮主好。帮主，白帮主，等我一下。没
每周的休息日和节假日，学校里边开跳蚤市场，大家都把自己的宝贝在这交流一下。赚能量佛主要靠这个。到这儿来的没有穷孩子，只要你的货色够亮，头头赚翻了。来看一看了，同学们，低级别的小魔兽。这飞龙翅啊，就是不太稳定，要使用一段时间才可以。给你个优惠，每年免费给你做个维护。哎，你没事吧？去看看。你实在太沉了，这个翅膀都带不动你。走，我去给你找一套施救兽的翅膀。啊，都怪我，都怪我，都怪我斗气不足。哎呦！我小时候的梦想，就是可以变出一双翅膀飞上蓝天。没想到，人真的可以装上翅膀。师哥，那翅膀多少钱？搞个那翅膀挺方便的嘛，是吧？那是。哎，师哥，给我找一双不用斗气的翅膀。我当了2年帮主还买不起呢，你们呀就别琢磨，往地上栽的这个可要1000多万呢啊！哎，你们将来也可以租个摊位，能卖什么卖什么，赚了钱好补装备，租训练场啊，是不是？那有道理。这一带就都是生活区了啊，商店里都是精品，你们可以进去买。旁边有个邮局，给家里写信或者寄东西在那儿啊。还有一些小饭馆啊，你们不愿意吃食堂的，可以过来开小灶。好，除了那边就是教学区了。好嘞，多谢师哥。哎，没事。接下来我们就自己参观吧。行，那我走了。哎，师哥慢走啊！师哥慢走。哎，你们先逛着，我去看下轩儿。啊，去那边看看。走。开始投票啊！喜欢谁就投谁，看好谁就投谁啊！投白山的放这边，白山赢的几率非常大。投古卡的放这边，古卡系匹黑马。同学，哎，要不要投一票啊？哎，可以为自己喜欢的选手助威啊！没有投票的同学，赶紧投票了啊！赶紧投票了！这场比武到底谁胜谁负，拭目以待。这是什么？这是娘给你的礼物，带上。以后无论什么情况，都要好好保护这个娜姐。娘，那你不要离开我了。不走了，一天都不走。娘要看着你长大，一天都不会错过。快把杀死师尊、勾结魂殿的古文熙给我交出来！古文熙就是个大魔头，他一路闯进我们星远阁，抢走我们的斗气功法，拿走药师尊的圣物神鼎。你们看看，这就是古文熙那个女魔头所赐，还有我身后的兄弟们，他们身上的伤也是他赐的。我想问的是，有谁亲眼看到我的夫人杀害药师尊了？萧族长亲眼看见的是药师尊的弟子，你夫人的师弟韩风。你快把古文熙交出来，要不然你们萧家就看不到明天的太阳了。
怎么，萧家也想要宝藏？纳兰老爷子，云宗主，你们都活着回来了，怎么不告诉大家，你们都看到什么了？你杀害师尊，洗劫星陨阁，叛变五族同盟。既然说我背叛了五族同盟，做了魂灭生他的奴才，那宝藏怎么会在我手里呢？宝藏在哪里？你说出来，我让你自己了断。萧炎，娘，萧炎，娘，萧炎，娘！我逃回萧家，只是想看看我儿子。你们要宝藏，找魂灭生要去。云宗主，魂灭生让我给你们五族带来一句话。你也怕了？薰儿，去给你姑姑磕头。家里酿的。本来想和你一起喝的，都留给你吧。我把薰儿留在这里，以后就让她姓萧。为什么呢？家里留个古族的人，以后好来往。薰儿，在姑姑家，你要听话。爹，带我回家，我不要留在这里，爹。薰儿，爹以后每年都来看你。你怎么来了？我吃多了，走走路消化消化呗。许你一段时光，有我侧身在旁，你的飞舞蝶，女孩子不可以做粗活。我的霓虹轻唱。那我陪你啊。有我倾心相望，你道破夜的荒凉，我切断月的迷惘。是天赐的成长，肩膀前的顺生，那只是过往。国土前的绝望，我陪你抵挡。许你一段时光，有我侧身在旁。
知道你怎么变得这么厉害的。但是我相信你是一个天才，将来会让所有人都仰视你的。轩儿，这么多年，我一直过得浑浑噩噩的。放心吧，我以后不会那样了。还好一直都有你陪着我。小的时候啊，我身体不好，每天晚上都有人进我房间，给我传输斗之气，帮我温润经脉。弄得自己满头大汗的。你说他是谁啊？我……别说了，等你醒了就去内院找他。好。爹，为什么要拿这个？因为它是地阶斗技啊。天地玄黄，宇宙洪荒，为什么不拿天阶斗技？天阶斗技，我怕我……怕什么？爹，怎么了？你拿的这个是三千雷动，本来是天阶斗技。因为是个残卷，降为地阶，另外一半现在在魂殿爪牙血宗手里。这我还真不知道。是吗？你为什么要拿它？去拿一个斗技阁最阴暗的地方的地阶终极斗技，为什么？你的主子觊觎这套天阶斗技吗？主子？什么主子？我就是运气好。运气好？哼！在1个月之内，斗之气升了7段，斗气旋凝结得很扎实，8级崩打得也很好。今天还破了封印，拿到了天阶斗技的残卷。这么多的好运气突然落在一个人身上，你不觉得奇怪吗？谁在教你功夫？儿子，一个人可以没有本事，但是不能没有骨头。起来，让我看看你的本事。爹，8级崩！星陨阁的技法，你娘没教过你这功夫啊？我娘是没教过我，可她给我留下了好多东西。这件事烂在肚子里，听到了没有？是。爹，你要把我吓死了！你才把你爹吓死了呢。1个月，提升7段斗之气，成为斗者。8级崩差点把你爹打死。怎么样？求学之路，你确定了吗？我已经想好了，我要进迦南学院，我要变强，我要打败纳兰嫣然，我要给娘报仇。我要让所有欺负过我们的人
学之路漫漫，永远不知道下一刻会发生什么。长大了，换个发型吧。你就要去了，爹把萧家祖传的6字真言传给你好吗？爹，打不过快点跑。迦南学院是整个斗气大陆的最高学府，1000年前由斗帝创立，每一年。斗气大陆上各地被选拔出来的优秀学子长途跋涉，来迦南求学深造，都为娘报仇，向5大家族讨回公道，还有和纳兰嫣然的森林之约。到迦南学习，是我必须走出的第一步。我满心喜悦的出发，可又怎能想到，就连走进迦南学院的大门，都那么的艰难。都跟上了。准备扎营，开饭。能量符是迦南学院的货币，在学院里，想要改善伙食、炼取丹药，或是在特殊的修炼室提升技能的话，都要用到它。第1个月每个人10枚，若是弄丢的话，在学院里就只能当乞丐了。穿过前面的黑角域森林，就是学院了。学院有一个传统，每一个入学的新生都要经过一次试炼。接下来的路就靠你们自己了。这丛林试炼也是你们入校的第一课，你们要想尽办法的闯过去。会有导师在暗中看顾你们的。真奇怪，说走就走啊。是啊，试炼，也不知道这个森林里有什么。没事吧？哎，有没有事？摔得那么惨，里面有魔兽啊！学院里会有魔兽？那怎么办呢？没事，慢慢说。谁打的你？我刚进去就被一群老生把能量符给抢了。他们说新生挨打加挨抢，这就是失恋。你说抢就抢，你打我干什么呀？没事，他们有多少人？用的是什么斗气？我还什么都没看清，就被打飞了。昊天呢？坏了，刚刚昊天说拉肚子。
怎么样？有没有事？啊！怎么样？交出来！交出来！干什么？交出来！拿来！看什么？你知道我是谁吗？你上面有人，是学院里的人。我到了学院，狠狠的告你们一状。拿过来！大哥，你有话好好说。告我？没有。小子，把能量符拿出来。没有。没有？哎，你干嘛？走。今天太危险了。是啊，吓死了都。太倒霉了，年年来报道，年年都要回家，什么破学校！不念了，回家做买卖去。这都第3次了，前2次能量符被抢光，被迫退学。唉，新生穿过黑角域森林，就会被淘汰1/3。就算过了试炼，能量符被抢得一干二净，没有饭吃，换不了丹药，修炼强度又高，铁做的人都会累垮，而且1个月之后还会淘汰1/3。你的意思是说，我们这群人当中，只有一小部分能真正在迦南学院留下来？啊，就一小部分？怎么会这样？你不是炼药系的学生吗？难道你也要跟着上？我只有2段斗之气。2段斗之气，你怎么考进来的？真像你白天喊的那样，你家里面有关系？我那是吓唬他们的。哎，我就是懂药方啊，没有我不懂的药方，所以我是特招进来的。但是学院要遴选最优秀的斗者，每一届都要淘汰2/3的新生。最好的学校呢，当然只有最好的斗者才能上。你什么意思啊？你谁呀你？我爹娘曾经参加过远征魂殿的大战，全都有去无回。我从小跟着舅舅在魔兽山脉的佣兵团里长大，做了7年的魔兽猎人，今年才考进学校。中勇之后又怎么样？还不是被这些老生欺负？他们呀，除了抢我们能量符去挥霍，根本不管咱们是否能熬得过去。大家都别泄气啊，将来都是当斗者的人，这才刚开始呢，自暴自弃又有什么用？学长说的对，我们呀，不能这样逆来顺受。谁说新生一定要输给老生的？总之，遇到强手，坐着等死，我还真没见过这样的斗者。自从建校以来，就没听说过新生打败过老生。那是以前，不是现在。我们好不容易才走到这一步，现在要么就灰溜溜的回家，要么我们就拼一把。这里把守着第2波老生，黑煞雷雄、白煞叶迅，迦南学院强者榜并列第5名。他们2个已经完成了大斗师级别的修炼，如果这一关也能侥幸过去，第3关无论如何也没有希望。第3关，白山，他的实力没有人知道。每年从这儿淘汰的新生，不是断手断脚，就是被吓破了胆，再也不想做斗者了。
们看看，这是我婶子亲手酿的葡萄汁。我告诉你们啊，这里面加了青灵草和蛇涎果，喝了之后呢，你的斗气会有所增长，这可是非常非常少见的。最重要的是，这是魔兽山脉里才有的东西。今天不留了，都喝了。好，好。这帮小兔崽子，小杂货！有本事把我放下来！笑死！你不是很厉害吗？说你呢！小兔崽子，这帮小崽子，爷爷弄死你们！师兄，年纪再大，也是个学生，嘴巴放干净一点。你干嘛呢？干嘛？你们把我烤兔子抢走了，得赔！我告诉你啊，你别跟石头没大没小的，不就是只破兔子吗？就是把我放下去，我给你抓个百八十只。不用了，我们在魔兽山脉打猎那几年，有时候断了粮，就抓个把猎人来烤着吃。我告诉你们啊，他真的是食人族，刚才抓了个老生，生着把胳膊给吃了。太血腥了，我都没敢看。不是我说兄弟，这会要人命的。兄弟，咱们打个商量，头发快着了，那兔子是白城一个人干的，一个人干的，就把他一个人烤了得了。叛徒，你不讲义气，这真是要出人命的。那你们到底赔不赔林希来的兔子？赔，我赔。把他们放下来吧，衣服都给扒了，一件都不要给他们留。香儿，要不你先回避一下。这女孩子家家的呀，老看这些也不好。放开！放开！干嘛呀你？别扒我衣服啊！对，解开！是这样。哎，行了，不吵了啊！想走。笑什么笑？给我们放下来呗！你威风啊！那帮小崽子实在是太狡猾了，打了一辈子鹰，让鹰叼了眼去，倒被新生抢了能量符。一会儿抓住他们，原样扒光，把能量符拿来，大家伙平分。好，听见没有啊？有你什么事儿？你那份儿，哥儿几个当封口费了。不是，大哥，这把他们放下来。快把我放下来！快点儿！还是别笑了。哎，给件衣服穿呗。我没带啊，没带。给件衣服穿，给件衣服穿，不准笑了。笑。大哥，有衣服吗？你不是找件衣服。听见没有？快点，快！大家快看，我找到了什么？这些菌在市井里十分难寻，在森林里愣是没人摘。你看，这些洋甘菌，再来条鲜鱼，浓浓的炖上一锅，啊，香啊，香啊！
得了吧，等你支上锅一冒烟，黑白双煞就追过来了。我看呐，这锅汤咱们谁也喝不上喽。我跟你们说，不用怕，只要那个什么黑白双煞敢来，我们就把他们打得满地找牙。看这树桩子没？打完以后马上拔光，绑在这个树桩子上面，看着咱们喝汤。等咱们喝完汤以后呢，每人喂他们一泡尿，抢了他们的能量符，我们就回学校，怎么样？好，好。小严哥哥，没想到你小心思还挺多的嘛。那是。顾家，抓鱼去。哎，走喽。抓条大的。好嘞。野哥，雷哥，听听这帮小崽子都是怎么说的。他们说我也就罢了，我辱您二位我可就忍不了了。这兄弟我气得两眼发黑呀。那你下去打呀？不是我当然得听您的了。鱼来喽！哇，来了！等你很久了。来了。哇，汤已经煮好了。来，给我拿着。你看呢？怎么样？我看没那么简单。那是。他们吃了豹子胆了，敢在森林里点火做饭，像是勾我们出来。这个叫萧炎，诡计多端，咱们可看清楚再出手。手艺不错呀。那当然。以后做饭就交给你了，没问题。你们几个往他们后方运动，一旦出手，一个都别放过。哇，超香啊！哎，你先给我尝，先给我尝。哎，给我也尝尝。怎么样？骨汤好香啊！学长，你要不要尝一下？老大，再不让汤就喝没了。是不是？特别好喝。闭嘴，你一边去。来，赶紧尝一下。我来。好喝。一共500能量符，我拿300，剩下200你们自己分吧。凭什么你一个人拿这么多啊？凭什么？就凭要不是我，你们早就被打得屁滚尿流了。什么能量符，肯定被抢得一干二净啊！主意是你出的，可我们大家都出力了。薰儿，你怎么这么傻呢？啊，我要是多拿了，怎么会少得了你的呢？这不公平，应该按人头均分。这有什么不公平？好了，要不然这样，萧炎拿200张。怎么能这样？就是拿出来！哎，你干嘛？还拔刀是不是？我跟你说，要不是我，你们一张能量符都不会有。现在有你们还挑3拣4的啊？是不是？不吃死活的东西。大家都别吵。真是高看他们了。听我的好不好？500个，你有什么办法？你说。咱哥俩也算发笔小财。对呀，咱俩一人200，剩下100给他们分。赔成嘛？这不行，就不用分。不是，就凭他自己一个人，能弄到这也太不讲究了吧！我都被折腾成这样了，你好歹给点补偿啊！啊！大哥，可是我们人多呀，分下来还有多少？哎，干嘛？想抢是不是？忘记我是怎么救你们的吗？萧炎哥哥，他们那么多人围你一个，太吃亏了。你要不要再想一想？没事。别废话，赶紧平分。萧炎，你一个人能打得过我们这么多吗？打不过，你信不信我现在就把他扔到火里啊？干什么？你一招都没有！别动了！有本事你扔我！不扔了！别乱来啊！快后头！萧炎，王八蛋，你扔试试！你信不信我现在就扔了？我真的扔了！你动一个试试！我真的扔了！我真的扔了！我真的扔了！我扔了！这汤不错，以后给我当厨子吧。我们的钱，鱼汤也不教我，分能量符也没有5分。什么黑白双煞？我呸！黑白混蛋！待会儿老子自己抢几个去。来一口！哎，等我！哎，给我留一口！啊！大哥，
你给我留一口呗，大哥。叶哥，你给我，哎呀，大哥，你给我留一口吧。坏了，你这怎么回事？大哥，不是你们怎么？你们竟然下毒！哎呀！别扒我衣服了，我刚穿上。来，啊，200啊，去啊！行了啊。你暗算我？暗算你？他们手里那1000多张能量符，都是从你俩身上搜出来的。你们说，你们是坑了多少心伤？我们这样已经很便宜你们了。萧炎，你给我等着，你可别躲！绝对不躲。既然要来找我们，那你可就记清楚了，千万别认错。这是昊天，炼药奇才，下毒解毒呢，那可是家常便饭。这个叫林修崖，硬功夫第一，他猎过的魔兽啊，比你的头发丝儿还多。那个叫虎家，脾气最大，谁都不敢惹他。我叫萧炎，没有什么特长，就是比你俩呀聪明那么一点。萧哥哥，我呢？哦，这是我妹妹萧薰儿，她呢是天底下最好的女孩。你们要是谁敢欺负她呀，我一定扒了你们的皮。萧炎，你娘不就是？各位，我萧炎和他们的仇已经是结定了。现在他俩说话还辱及我父母，那我现在不给他们一点惩罚，我自己都受不了啊！刚刚说什么来着？喝完汤以后该干什么呀？还记得吗？你要干嘛？别闹啊！不太稳。没事。哎，你来真的啊？别，大哥，萧大侠，别闹啊！哎，萧大哥，哎，你真萧大哥，萧大侠，愣着干嘛？帮我求情啊！萧大侠，我们在学校里也是有头有脸的，您要这么做了，我们干脆一头撞死算了。就是，您放心，以后学院但凡有人跟您呲牙，我们哥俩一起上。没用，以后我们俩就是您的小跟班、小跑腿的、小立本、小跳蚤。哇！再来点！今天阳光明媚，迦南学院开大会。这是一个迎接新生的会，也是迦南学院第55届新生的父皇命我向各位老师发来深切的问候。迦南学院历史悠久，培养了这谁给写的词啊？不知道，这叶兰太子一说我就磕巴吗？无数的人才，在对抗魂殿的斗争中，源源不断的输入了新鲜血。这天哪！这怎么？说得好，鼓掌。
这位师兄，请问从这里到学院还有多远啊？远倒是不远，不过没人指路，恐怕今天是走不到了。为什么？你们身上能量符太多，都交出来吧。我可以考虑放你们回家，否则今天就打断腿，留在这儿吧。师兄，请问怎么称呼？在下白山。吃我一拳！呀！舒雅，李舒雅，有点意思，难怪黑白双煞吃了别人。再来，七哥，杨老。杨老，干嘛？外面有一个人我打不过，你有没有办法？有点出息行不行啊？那个人高我一个大境界，根本没法打啊！你手脚那么笨，打不过的人多了去了。走吧，让我再睡会儿。哎，不行啊，打不过连学院都进不去。哎呀，我拜托你饶了我行不行啊？你打不过就进来问，马上可以把你教会的，那叫神仙。不行啊，药老，我们要是打不过，我们就完了。他的斗气比你高好几个阶段，你有没有看过大人打小孩？你凭什么赢啊？哎，你这个天下第一炼药师也没什么用嘛，关键时刻你还不是没有办法。哎，激将法没用，这事情办不了。哎，能不能松手？你不教我，我就不松。好，我教你行了吧？你呢，用你的斗气塞住你的六经诀三脉，对手一看，哟，死了！你想，天底下谁能打得赢此人？他打不过你，你就天下无敌了。三拳没动！不，动不！那个师哥，这个斗技我就只会一苗，其他的我还没学会呢。臭小子！萧炎哥哥，萧炎，萧炎哥哥，萧炎哥哥，萧炎，萧炎哥哥，萧炎，难道功力又长了？萧炎，萧炎，萧炎哥哥，萧炎，你把萧炎打死了，你等着吧，萧家古族都会来找你的。哎，愿打服输啊！他死不死，可赖不着我。萧炎，萧炎哥哥，萧炎哥哥，萧炎，好了，让我看看，让开。
耻！你来抢我们的东西，你还说我们无耻？有本事把我放出来，咱们凭真本事打。真本事打不过你，你就在这待2年吧。等我练好了，我会来找你的。哎，可是等2、3年，都饿死了吧？那我就永远都打不赢了呗。为什么呢？因为人再厉害，他也打不过一个死人啊。白山师兄可是校园里的不败传说啊！啊！放我出去！白山师兄，看在你给我们送来这么多能量符的份上，今天就不折腾你了。等我们到了学院啊，会叫你的朋友把你给挖出来的。好，吃饱了我们就赶路吧，天黑之前应该就能到学院了。不对啊，把我埋在这儿算怎么回事啊？能量符都被你们拿走了，把我放出来呗！你们等着，到了学院，我弄死你们！火还没灭呢，这山林之中小心火种！没进学院之前，我以为这届新生我是最强，没想到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哎，你怎么练的？斗气这么强？哎，对啊，快说呀！我斗气增长的特别慢，能不能教我怎么练气啊？我知道，萧炎哥哥的实力，那可是天赋加汗水淬炼成的。天赋呢，9岁的时候就有9段斗之气；汗水呢，每天朝9晚9，刻苦练功。你们要赶上他，那可得下苦功了。行了，薰儿，没那么夸张。我啊，也有很长一段时间的低谷，不过还好，没有放弃，也算是熬过来。啊，9岁就9段斗之气，那我不就这辈子也当不了斗者了？怎么可能？迦南学院呢，培养出了无数的斗者，只要你进了学院，以后一定可以走上斗者之路的。这次咱们黑角域试炼，少了谁，谁也过不来。以后啊，咱们也算是同生共死过的兄弟了。以后有什么练功的问题，尽管问我。好，我也可以教你。还有我，谢谢你们。哎，那你也可得好好教我们啊。没问题。经过黑角域的残酷试炼，我们一行人终于来到了迦南学院。千年以前，斗帝把毕生的造诣保留于此，更留下了正义精神的种子，指引斗气大陆上的年轻人对抗黑暗，战胜邪恶。我们将在迦南学院学习斗气、炼药和功法斗技，也从此担起对抗魂殿、守卫光明的人生使命。怎么样？怎么样？我这是怎么样？你这个好好看啊！我觉得他这个比我们这个好看。对啊，白色的衣服比这个好看。我觉得你们的也挺好看。各位老朋友、新同学，大家好，我是米藤山。今天长老会推举我给新生入学讲个话。我这个人呢，最不会讲话了，尤其是看到新生们在黑角域森林里边跋涉了3天3夜，又累又饿，而学院的食堂里呢，已经放满了食物，你们还要站在这里听我讲话，我是实在是过意不去。不过，重要的事情还是要讲的。关于学院的重要性和意义，以后会有老师和你们细讲。我只讲2个大的规则。第一，迦南学院只有1任院长，那就是斗帝。如今他老人家已经不在了，学院由长老们集体管理。也就是说，
你们进入了学院，就都是斗帝的学生，就要做好终身与血宗、与魂殿、与北方极寒之地的邪派做斗争的准备。